有那罗多脚铺嘛，伊那好的包上旁边是不少个人比来没呢，有木就说到了会也得个了，你也个人在吃嘛，个印度话那路那少路，伊那上旁边一样比来了，这里提到个呢，一样要扭嘞，有条路还有个口，提下上去包边在吃什么，要啥光和萝卜头没，我说我们家那个女同都那么吃，我啥啦？上旁边女同路马来不谈没了，阿妹，你也这里头考不到呢，要拿回答，阿达米也个人比如，你那车啥的啊，女同第二天没多了了，你说我们家那个女同车面你叫没了，提到那我们家那俺两百个女好阿妈，提到那我们家那俺会玩那样汤铺吗？提到那我们家那俺会结啥吗？会结啥吗？提到那我们家那俺。会过一嘛，会个一嘛嘞，我面你女同头没，啊咯，你说我们别那个女同去啊，我面你叫没咯，哎好，这叫什么不啥啦好咯哎没，你说我们别那个女同去啊那么吃，我啥啦上旁边带女同嘛来头没咯，啊没，后来都你啊都得日了回去，没想回答要这样那么吃。你说会玩那汤铺吗？会过一吗？会个一吗？会结啥吗？会结啥吗嘞？你说女同提个天嘛都来乱，要求什么不啥垃圾嘛都来你上旁边养女同乱，啊都几没吃啥都啊讲女同了好哎，啊都嘛上旁边养带女同开了，阿妹啊这边的俺个呢上旁边养女同来讲，啊要是安老没，哎咯，啊要是爱胖老呢。没有包，可都起来样没？啊，有一啥好，啊，有一啥人好，说旁边的同学讲，啊，要是安老没？啊，要是安老个讲，没有跑，干嘛？怕撑得来样没？啊，这边的俺个呢，一时也什么，那会和罗爱谈，一时也什么有切，要啥从切点和罗爱谈啊？嘛边是的没一样的同学，啊，要是安老的啊。别那的啊，来谈啊了。我回家过头这个腰，旁边乱，啊，当要是就怕老呢，这去好，啊对嘛对啦，干嘛唱好，啊对嘛对啦嘞，好乱爱谈啊，啊了，他们呢啊都得日了回去，上旁边养女同学讲，啊要是说嘞，啊都忙怕安老没，啊了，他们呢。就要安那样啦，或者都嘛那努嘛招要，啊都嘛那女啥要，啊都嘛那阿爸要，啊都嘛那阿别要，啊都嘛那嘛女都缺，女都啦，或者得要，到路边街呢，啊要收来帮老妹了，上旁边养女同来着，他们呢都嘛上旁边养女同啦会要得看，你讲女同那么切。没想好大家讲女同那么去，上旁边养女同要得看了，伊那没爱样了会，这里头看我和罗啊有个嘛，也个要那回答，咱们也跟了比如，阿妹。